后来，过来是台北市的消息，早起8点外，警方接到通报，讲北投中央北路2段一台公车顶有人压倒，是一个女性，一上车就表明讲伊的皮包啊放给你，然后压出着一支刀恐吓司机。这个司机是一面抵抗，一面叫乘客退后帮忙报警。这个情势一度是真紧张，警消真紧就赶到现场，这个女子也是激烈来反抗，最后互扣手铐，强制送病院。再把它关起来一下。听到司机话讲要关车门，等头妹女子就开始机。不要动！先上铐，先上铐！我现在不跟你逮捕哦！不要跑！先帮你管束。现在帮你管束哦，你冷静一点啊！女子去互警方甲消防人员压制，因为伊伫公车顶夹武器，甲司机恐吓。公车顶的乘客惊到拢闪哼哼，过来警察甲消防警员想尽办法，为要抓女子的卡手，为是摕手铐，要将女子带落车。慢慢安抚她的情绪越来越不稳定，到制片厂才情绪爆发，就拿刀挥过来。当时司机真低调，讲家在公司平常时有咧训练，爱保护乘客。代志都发生伫今日早起8点外，台北市北投区。女子伫咧后向讲捷运站上车，走去找司机，讲伊的钱落落去，无法度付车钱。司机怎甲按打？想要到这个女子熊夹武器，司机是哪抵抗，哪叫乘客退后，到三港报案。有一个女的，然后在途中那个吵闹，然后有警察来的。情绪不稳女子因先前持美工刀遭客运驾驶消防人员控制，警方到场后大声呵斥，并上前压制，为女子仍激烈反抗，遂上铐将女子带下车管束。事后，乘客发文章感谢司机当日的上头前，无互女子有伤害人的机会，非常的伟大。加在这个冲突无人受伤，两位女子也互强制送病院治疗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